台北市有一棟辦公大樓的陽台，算咧，至少才20支的監視器，大細機攏有，方向嘛無共款。原來這毋是咧監控，這是廠商咧做測試。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有真濟商辦大樓，人甲車真濟。不過最近有人經過這時，單頭看到這個畫面。大樓外口天棚壁頂到大細監視器，甲算成差不多超過20支，鏡頭攏對外口，經到大樓另外一邊嘛同款，這到底有什麼作用？看到的民眾不颯颯。我來這邊很多次，但從來沒看到過，太多了，就會覺得怪怪的啦。你現在講我才看到，但是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吧，應該還好。我本來以為它是裝飾還是怎麼樣，如果是監視器，就覺得不曉得為什麼。當然，如果是合法的，然後應該是 OK 啦。它只是畢竟公眾的場所，我不曉得這樣子法規上或是怎麼樣有沒有什麼。當然個人在那邊走動就會覺得怪怪的啦。正常的走動也沒做什麼奇怪的事情。好，那心裡怪，但不用管它。對。一擺看到這濟監視器，難免會讓人感覺怪怪。畢竟這濟支鏡頭對外口，里長冇去問大樓的委員會。廠商業者啊，伊都咧做一個測試的，也沒有什麼特別針對的說，在對我們這個區域。好，再說什麼監控啊，什麼做測試，基本上那個都有在運作。放在室外來講呢，主要是在進行耐候測試，感受一下這個風吹雨淋之後對它的這個設備造成的一些影響。可能在這個狀況底下，那這個他會去做很多台攝影機放在外面啊，一個監視攝影機對着你家的窗戶或者是對你家門口來講，實際上都會對隱私造成一定的威脅。那當然，如果有受到影響的民眾或者是一些使用者來講，是可以跟這個他去做一些的這個溝通。根據了解，這監視器已經安幾啊檔啊，進前嘛捌引起過路人的注意。不過，這特別的景象總是引起討論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